三，醫生嘅經驗不足或者頻繁更換。正畸治療咧對醫生嘅技術要求比較高喎，通常一位正畸醫生需要獨立完成至少200個病例先至算係經驗豐富。但係咧好多醫生咧經驗不足嚇，導致我哋方案設計唔合理。喺治療過程之中咧，有啲患者好可能仲會遇到機構嘅醫生離職嘅情況，新入職嘅醫生喺接手嘅時候咧，會對原有嘅診療方案作出調整。由於每位醫生嘅正畸理念同埋技術係存在差異，咁亦都可能會導致後期嘅治療咧走好多個彎路，嚴重影響我哋嘅治療效果。不過咧呢種情況咧喺我哋 RW 嘅診療體系入邊咧係好少出現嘅喎，因為咧我哋已經建立咗相對完善嘅層級嘅方案審核制度。呢個意味住無論醫生係咪離職，患者嘅治療方案都可以保持穩定並且係延續嘅，唔會因為醫生嘅更換而頻繁調整方案嘅情況。第四個，機構嘅過度承諾或者不當治療。有少部分嘅機構咧為咗追求呢個利潤往往係忽視咗患者嘅實際需求，導致過度治療或者不當嘅治療，甚至有啲咧宣傳過度承諾，但實際效果冇辦法兌現。呢種嘅前後嘅反差，最終會引發信任危機。所以咧，想要避免箍牙糾紛嘅出現，需要各方嘅共同努力。機構需要規範宣傳，醫生需要提升技術水平，同時我哋患者咧亦都要提升認知，睇到醫療複雜性，同時要相信醫生係想幫人嘅。只有咁樣，通過大家嘅共同配合、良性溝通，先至可以實現和諧嘅醫患關係。好嘅，今日視頻就到呢度啦。我係正畸醫生張瑤。喺方案設計上邊，我哋會通過面型、氣道、肌肉、體脂、關節、時間、合骨、心理、牙列、牙體、牙周10個維度嘅綜合分析。我哋相信整體大於部分之和。我哋喺呢個基礎上，通過團隊嘅精細分工，喺每個流程細節上面做到極致，幫助大家回歸健康，重拾自然美。有咩疑問可以隨時揾我哋。多謝大家。